我叫黃建斌，我生長喺一個小康之家。呢個係我嘅爸爸，左手邊呢位係我嘅媽媽。呢個係我哋一家三口嘅合照。呢張相係我喺10歲嗰陣時去桂林影嘅。你睇，我哋一家人笑得幾咁開心。可惜好景不長，我媽咪喺我11歲嗰陣時因肺癌而過身，剩低我同爹哋相依為命。當我收到呢個消息嗰陣時，當下晴天霹靂，淚如泉湧。我無法接受呢個恐怖嘅現實，一諗到我以後都冇媽咪嘅陪伴，日子一定好難捱嗰陣時，我就會好傷心，眼泛淚光。呢個時候，爹哋行入嚟陪我，佢話俾我聽，男子漢係唔應該咁脆弱嘅，並叫我堅強起嚟，勇敢地面對呢個現實。佢叫我化悲憤為力量，唔好因為呢件事而影響到自己嘅生活，從而變得自暴自棄。佢希望我能夠有一個夢想，並期望我努力達到呢個夢想，唔好辜負咗媽咪生前對我嘅期望。佢話俾我聽，人生存喺呢個世上就一定要有夢想，有夢想先至會有推動力，將來先至可以更有成就，活出更精彩嘅人生。佢話俾我聽，喺努力達成夢想呢段期間，會遇到好多困難同埋阻礙，但無論點都好，佢都會喺我身邊支持我同埋鼓勵我，因為我係佢至愛嘅兒子。聽完呢段說話之後，我好感動，我好慶幸我有呢個咁好嘅爸爸，而我亦都十分感恩。與此同時，我亦都喺度諗爹哋頭先同我講嘅說話，我覺得佢講嘅嘢好啱。於是我便喺度諗自己嘅夢想究竟係乜嘢，同埋如何達到自己嘅夢想。於是我便不斷地喺度諗，既然我咁鍾意科學，又咁鍾意幫人，不如我嘅夢想就係做一名醫生啦。過咗1個月之後，我同爹哋上山掃墓。當嚟到媽咪嘅墓前，我就同媽咪講，我嘅夢想係將來做一名醫生。雖然我知道做醫生係十分唔容易，同埋亦都要捱好多苦，但我唔會因此而放棄。假如遇到少少困難就放棄，咁我就唔係一名男子漢。遇到困難，我一定會努力面對，唔會退縮，咁樣我先至可以做到一名醫生。媽咪，你話係唔係？為咗達到呢個夢想，我一定會好努力咁讀書，爭取到好好嘅成績入大學讀醫科。媽咪，我知道你都會支持我嘅，係唔係？為咗達到呢個夢想，我每日返學都好用心咁聽書，返到屋企嗰時，我都會好俾心機做功課，而我每日都用9個字嘅時間溫書。儘管如此，我嘅成績都係好差。喺第一次嘅英文考試入邊，我竟然考唔合格，我完全冇辦法相信呢個現實。而當我攞成績表時，見到成績表上邊有 C、D 同埋 E， 我嘅心好難受。而我竟然喺全級174人入邊排101，我心諗，難道我嘅努力全部都要白費嗎？我真係好唔甘心。由嗰刻開始，我就發奮讀書，我每日都挑燈苦讀，孜孜不倦。遇到唔明嘅地方，我都會努力咁尋求答案，我唔會因此而逃避。雖然有時候我會溫書溫到好夜，覺得好攰，好想放棄，但一諗到爹哋同我講嘅話，我就唔覺得攰，反而會振作起嚟，努力向着目標出發。終於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喺中五第一學期嘅考試入邊，我所有科目都攞到 A， 而我亦都攞到全級第1名。而喺中六嘅公開試入邊，我亦都攞到5科5星星，順利升讀香港大學嘅醫學院。我終於達到自己嘅夢想，我感到十分高興，而我爹哋亦都為我感到自豪。我喺港大醫學院度過咗5年愉快嘅生活。
最後我以1級榮譽畢業。喺畢業禮嗰日，我爹哋又嚟睇我。當我講完畢業感想，爸爸就即刻企起身大聲拍掌。嗰一刻，我真係感到十分高興和感動。我終於成為一名醫生，我諗媽咪在天之靈亦會為我感到驕傲。在這之前，我去過唔同嘅醫院實習，喺醫院入邊，我見到好多病人需要我哋嘅幫忙，所以我便更加希望自己能夠做一名好嘅醫生，去幫助更多病人。而而家，我亦都開咗一間屬於自己嘅診所，而我呢間診所就喺土瓜灣。我希望可以藉此幫助到更多有需要嘅病人。而喺上個禮拜，我獲頒為 JPS 太平紳士，我既開心又感動。我心諗呢幾年以嚟嘅努力終於冇白費。我要多謝在我身邊一直支持我嘅爹哋，我要感謝佢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同埋關懷，而我亦都要多謝佢當年教我追尋自己嘅夢想，先至令我今日有咁大嘅成就。爹哋，多謝你。我而家深深明白到夢想係有幾咁重要，而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嘅夢想。咁你嘅夢想又係啲咩呢？